落之前，必破此城。諸位将士，我们必須堅守到日落之前。若率先破城者，賞銀100，晉升3級。贪生怕死，臨陣脫逃者，斬！是。若日落仍不破城，全體將士皆軍法處置。殺！皇后，樊太医，靖王妃刚刚生了，是个小世子。皇后，靖王妃已经产子了，你再加把劲儿。朕的几个皇儿不是早夭，就是因为战乱流落民间。如果皇后生下的是位公主的话，那么你们也不必再等吴三桂破城了，就直接送朕上路吧。陛下，陛下，生了。杀了他！皇后，青天先生曾经说过，这孩子倘若是个公主，便是来传递亡国之音的妖孽。樊太医，陛下催老奴来问问，皇后生了没有啊？刘总管，快去向陛下報喜，皇後順利誕下皇子，母子平安。啊！天佑我大明！天佑我大明啊！不行不行不行！靖王妃，为了大明的江山社稷，为了陛下，也为了您最爱的晋王，樊离恳请王妃以大局为重啊！陛下，好啊。从今天起，这个孩子就是大明朝的太子了。恭喜陛下！陛下万歲萬歲萬萬歲！太子千歲千歲千千歲！1年前，在紫禁城裡的愛新覺羅福臨也添了個兒子。如此的巧合，這一定是冥冥中自有天意。福臨給他的兒子起名叫玄燁，燁，火光，也就是光明燦爛的意思。那麼朕這個太子取名叫慈軒，軒是太陽光輝的意思。朕倒是要看看，將來這2把火，誰能夠主宰這萬里江山？
善良的给小郡主的一点祝福吧。定国，我知道你要去护送陛下，顾不上我们母子，永别了。吴三桂，你这个乱臣贼子，你不得好死！你知道吗？等等，这里头没有陛下的家眷，只有晋王的家眷。李定国的家眷，太好了！如今朱由榔全仗李定国護着，才能苟延殘喘。晋王妃。王妃，我本不该出卖您，可是这些个宫人都是无辜的，我不能看他們白白的死去啊！公公，你糊塗啊！你知道吗？我懷裡的嬰兒，他其實是……抱着的嬰兒是誰？是你和晋王的孩子吧？是。可是她只是個女兒。女兒好啊！李定國已經有了2個兒子了，現在又有了1個女兒，兒女雙全，好福氣呀！本王歷來最講信義，來人，賞。平西王，你說話可要算數，放了他們。晉王妃，我對不住你和晉王，我只能以死謝罪了。思琪，这把金钥匙你收好了。你先带领1半的人马，保護陛下跟皇後馬上離開，我來殿後。遵命。李定國，大明江山氣數已盡，改朝換代勢在必行，你又何苦逆天而行？帶上來。
李定国，只要你交出朱由榔，本王立刻将你的妻子和孩子毫发无损地送到你身边，还要上书大清皇帝，封你为王。李定国，你不会这么绝情吧？你们可是结发夫妻。别忘了，还有你刚刚出世的女兒呢。慈禧，快走！爹，可是走啊！夫人，我李定国欠你的，来生一定相还。杀了你结发20年的妻子和刚出生的女儿。思清，要么你现在就一枪刺死我这个爹，要么就赶快走。父亲，儿子不敢弑父，从今往后，你不再是我爹。上！迎战！爹，我一定会让你后悔。李定国一世英雄。可惜不识时务啊！
呦，来来来，哎呦。 嗯，原来是这块玉佩救了你一命。你父王斩杀我数员上将，现在我就用你来祭奠他们的亡灵。 本王一生征戰多年，殺人如麻，手上不知沾了多少鮮血，可卻從未親手殺過嬰兒。今天，我就把你留在這戰場上，是生是死，就看你的造化了。 相公，夫人，我终于见到你了，倩莹，倩莹，快叫爹，爹，真乖。这就是明珠谷了。早在多尔衮率清军入关之前，崇祯皇帝就预感到大明江山不保，于是他未雨绸缪，設置了3處秘密基地，為的就是將來有朝一日能光復大明。這其中一處便是明珠谷，許多不肯歸順大清的高人奇士，全都隱居在此。果然是一處世外桃源。相公，久聞樊先生大名，為輔佐永歷帝與妻女分離，現在總算是一家團聚了。請。相公，這些都是咱們大明最後的精英，待入谷之後，我再一一為你詳細介紹。來。
父，你今天怎么肯带我出谷玩了呀？今天是你7岁生日，你从小到大都没有离开过明珠谷，所以义父今天带你出谷开开眼界。哇，那我是不是能吃到很多很多好吃的？你呀，就是挑食。确实，在谷中也没什么好吃的。易欢，今天你想吃什么，义父都买给你。哇，真的吗？嗯。太好了，我的义父最棒了。走。好，请問到底發生什麼事了？平西王呀貼了告示，說是今日午時3刻，要當眾絞死前朝最後一個皇帝朱由榔。朱由榔，不是逃到緬甸去了嗎？緬甸王哪裡敢得罪大清的皇帝和吳三桂呀？最後還是把了他和他那些文武百官都送給了吳三桂。這要是遇到了改朝換代，這皇帝的命比我們這些老百姓還慘啊！台上跪着的那個男人，還有他旁邊跪着的那個女人，你好好的看看他們，記住他們的樣子，永遠都不要忘記。他們是誰啊？我為什麼要記住他們的樣子，永遠不忘？先別問為什麼，聽義父說，好好看看他們，這是你第一次看見他們，也是最後一次看見他們了。看这孩子這麼愛笑，要不朕就給他起名叫做易歡。范神医，你沒事吧？你是晋王？他們在哪？
太子。平身。谢太子。如今顺治已经驾崩，他的第三子爱新觉罗玄烨继位，改年号为康熙。康熙只不过是一个8岁小兒，朝政实际都掌握在4位辅政大臣手中。这4位辅政大臣，他们分势而立，互相内斗，而吴三桂又与他们分庭抗禮，所以，我們將來還是有機會能夠找到復國的契機的。希望各位都不要氣餒。那我就宣布一個先帝遺詔，為太子跟我女兒奕歡定親。以後我大明皇室的血脈就要靠他們來延續了。奕歡，你過來。義父不是跟你說過，建王才是你的親生父親。聽話。過去你親生父親那邊，從今往後，你們要互敬互愛，相互幫助，以後光復我大明，就要靠你們了。孩子們，從今天起，我們幾位師傅將要對你們進行嚴格的培訓。我們會將我們畢生所學，毫無保留的都傳授給你們。是。那我們以後是不是不能玩了？不能說話。我負責傳授你們兵法、戰略戰術。我來教授你們各項技能和各種兵器。我負責教你們醫術，還有獨古之術。我負責教你們四書五經、琴棋書畫乃至天文地理。我就負責教會你們易容變聲、縮骨異形等各種技藝。我將教你們暗器功夫，以及破解制造各種機關。啊，這麼多課程還沒學我就暈了。奕歡妹妹，你我可是大明最後的希望，我們要加倍努力，給所有的兄弟姐妹們做個榜樣。你可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樣貪吃貪玩、偷懶耍滑頭了。要你管，憑什麼管我？你是我未來的媳婦，我就有權管你。呸！我長大了才不會嫁給你這麼離趣的家伙呢。师傅，这是我做的。你看到我的東西了嗎？那不是你做的面具嗎？吳師傅，這張面具是我做的，被奕歡偷偷拿了。奕歡，他居然偷懶不肯做作業，居然偷了同學的功課來搪塞我。上課的時候，奕歡竟然還裝病。奕歡這孩子呀，比其他的孩子都聰明，只要稍加努力，前途不可估量。每次都是這樣，認錯認得賊快，可是一掉頭就外甥打燈籠，照舊。奕歡，從明天開始，別人練1個時辰的功夫，你要練2個時辰。別人做1份功課，你得做2份。你這樣根本不配做晉王的女兒，日後還怎麼指望你光復大明？奕歡，不要讓我失望。你這孩子今後要多用點功了。奕歡，奕歡。花兒的病有起色嗎？花兒這孩子，打從剛出生就掉落在了地上，又在雨水裡浸泡了1天，所以才落下了頭疼的印記。我已經想盡了辦法，只能延緩他的痛苦，卻
却不能根治。欢儿，都是我害了你。其实欢儿的病也不是不可医治，只是需要找到一种特别的药引。什么药引？我师父说过，世间的疑难杂症